阿中伯甲阿中黃翁仔某兩人雖然無受啥物教育，毋過後生真熬讀冊，讀到大學畢業，閣出國留學，現此時佇美國食頭路。一年的熱天，因後生寫批請因去美國佚佗，翁仔某兩人就去啦。美國到地，阿中伯甲阿中黃兩人嘛是慣勢透早去公園散步。佇公園裡，一個美國人看到因，就舉手甲因小招問，講 Good morning。阿中伯聽無英語，毋知意思，想講敢是伊咧講家己叫牛某奶，都家己嘛報名應講我阿中啦。定像安尼，過了一禮拜久，逐早起攏有小拄着，嘛攏一個講 Good morning， 一個應我阿中啦。有一天，阿中伯就問因後生講，敢是美國人逐屆見面攏愛先報家己的名，毋是報一屆就好誒哦。因後生聽無，哈，是啥物意思？阿中伯就講詳細，因後生就笑講，牛某奶毋是名啦，是 Good morning 啦，迄就是英語的較早的意思啦。阿中伯嘛笑甲，原來如貓。過段工早起，阿中伯甲阿中黃去公園散步，閣拄着迄個美國人。阿中伯就趕緊先小招問，講牛某奶。迄個美國人嘛聽有，真歡喜，就應講我阿中啦。